分享几多新闻现场，100太水唔单止造成过大嘅，也人嘅生命同财产嘅伤亡，又连过多客家中嘅古迹也喺100嘅风灾当中受到损害。行政院客委会主委王玉珍今日路特别去高屏地区，也找古迹去会勘。主委讲，所有古迹的管理权有厘清呢，客委会会用清洁嘅方式把钱来涨，保存客家中珍贵嘅文化资产。行程漫漫的王玉珍连续欲视察闽南的三批古迹近4天，无数太鲁馆地区200年历史的设施诶，从台湾文学城区中立佛的路网，也就珍贵的客庄文化资产，都受到风雨的破坏，需要政府赶紧出面来维护。王玉珍表示，只要三权归属的问题解决，客委会会尽量协助维护保存。协调后线啊，客家委员会啊，会全力来支持给社区环境营造，加上那个整建哈，我们都会全力来协助。文化资产的保存停妥唔得，但係政府單位冇管理權，也做唔得自家來維護。也拜客委會南下6隊地區，除了勘察古蹟建築的損害情形以外，更重要嘅係加緊協調管理權歸屬嘅問題，本修復工廠做的工作來進行。客家新聞潘成旺真分子陳文玲高雄屏東綜合報道。